就是好，我们继续啊。刚刚各位都有拿到那一种宣传单跟纪念品吗？有啊。对，那是我们智慧中心的宣传单跟纪念品。好，那我们大概请我们的社工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未来呢，在我们台南市还遇到有其他的问题有关志工的话，你都可以呢来我们智慧中心询问。好，所以呢，我请我们社工员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智慧中心是什么。那我们社工员呢进销教育班。那我们请教育班。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智慧中心的社工，我叫李芳。那因为今天大家都来上这堂课嘛，所以大家都像那个老师讲的依法规了。我请大家今天如果上完课拿到结业证书之后，那由我们的单位帮我们申请那个志愿服务记录册之后呢，大家拿到这本记录册就可以成为法定的志工。那因为我们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大家都有拿到我们发的简章嘛，对不对？那个简章里面有我们的服务内容，那我们也会接受大家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有关志愿服务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打我们的专线，然后来做询问。那老师刚才介绍的是法规，那我们中心当然就会接到民众在问的一般是我们志愿服务的一些实务上的问题的。那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嘛，好，那我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中心主要的功能因为我们就是有提供专线服务啦，那我们也有设置一个提供的资讯平台，那平台上面呢会整合就是我们这个服务类别的一些志工课程的训练，然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就是也可以上去做那个浏览这样子，那个简章里面都有我们的网址。那我看就是在座的各位当然面孔都很年轻，就是大部分都是学生。那不知道你会不会遇到12年国教跟服务学习这个部分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心就是那个工作时间就是白天嘛，到5点半。那相信也是大家就是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所以其实大家会去打电话进来我们中心问问题都是家长。对，那有些家长他可能对12年国教跟那个服务学习有一点点混淆跟不清楚的地方。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在座的就是有关我们国小宿舍以下，就是国中以下的同学都已经有下，国中以下还是都已经是国中以上？国中。国小，那边是国小对不对？有没有听过12年国教？没有，还没。因为12年国教就是国小生到高中生这一段时间，就是他们如果去校外从事那个志工的话，他们会列入之后要跟高中的一个什么超额，超额体育，有没有家长听过这个部分？因为有的家长他就很担心，就是现在就要帮小朋友找服务的单位。那这个部分因为有国小跟那个国中生就是那个地方的教育局，他们会去做，就是他们的主管机关是教育局嘛。那教育局为了要让学生就是提供学生一个安全的服务的场所，所以他们有就是有去整合说台南市里面适合国小生到国中生可以去服务的团体，然后他们有把那些团体的名单呢放置在他们12年国教网上面，所以就是家长其实如果要帮学生找那些团体的话，是可以上那个国教网，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网站就是台南市志愿服务资讯网那个网站，我们有做一个连结，然后那个连结呢就是有写说12年国教的那个服务的单位，那大家也可以就是上去点那个连结，就是可以看到说，国小生跟那个国中生可以去哪些单位服务这样。那因为现在又回来的就是有关那个服务记录册的部分，因为12年国教它没有就是强制要求说，学生一定要拿到服务记录手册，他们是有规定一个就是服务提速证明的格式，就是可以让大家去做，让那些服务单位去开给那些就是来服务的学生。
指数证这样子。对，然后那个都是可以，就是网站上面都是有讯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就是那个爸爸妈妈们不用担心这样子。那可能有的爸爸妈妈会希望说，那小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就是来上自动的基础跟特殊训练，拿到那个服务记录手册。对，那其实不一定要求一定要拿到服务记录手册，因为会有希望有大家可以拿到服务记录手册，就是希望说这个职工可以长期的留在那个单位做服务，这样子才可以就是累积的时数才是有用的，之后才是有用，就是有关要表扬啊、奖励还有申请荣誉卡的话，比较会就是比较实用这样子，因为小朋友其实之后要求学啊，就是流动性很高，他不见得可以长期在这个单位服务。好，然后再来就是大家有听过那个高中跟大学以上的服务学习，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那个也没有说强制一定要求说这些大学生、大专生一定要有手册，当然有的话也是很不错，只是因为就是大学生也是一样流动性很高嘛，所以他们如果去服务的话，其实如果单位愿意开给他们服务指数证，就是像研习证那个格式，他在这个单位服务多久，然后内容是什么，就可以之后就是他方便他可以去申请大学生资的时候可以提供证。那回来就是这个，然后这本手册就是法定的提供嘛。那大家一定会问说，那拿到这本手册有什么好处？那第一的话，它就是可以累积你的服务时数嘛。那时数累积到一个门槛的话，就是譬如说大家有做志愿服务荣誉卡嘛，在座的应该都还没有人拿到志愿服务荣誉卡。它其实就是希望说，那个大家服务的时间啊，就是达到满3年，然后服务时数有达到300个小时，就可以就是有聘用单位帮你提出申请，像就是台南就是在台南社会局申请嘛，就是可以申请那个志愿服务荣誉卡。那这荣誉卡它就是大家可能都会以为说服务时间满3年达300个小时，好像很简单，其实听起来好像看起来这个字面上意思是很简单没有错，可是就算你只有服务1年有达到300个小时，其实还是不能申请荣誉卡的哦。这样你的服务时间就是加起来有达到3年，然后有满300个小时才可以去申请。对，那有些会被推荐的，就是譬如说我刚刚有提到说，因为学生大家都寒暑假才有空，对不对？那他们都会用7、8月去做服务。然后就算他们拿到了那个记录册好了，那他去单位服务的时候呢，他是每年的7跟8月，所以单位在给他时数的时候就是开，譬如说99年的7到8月100个小时，然后100年的7到8月100个小时，然后再隔1年的7到8月100个小时，那大家看起来都会觉得说，他应该是满3年，然后拿到300个小时，可是实际上主管机关那边的认定是觉得说，他的服务时间其实只有6个月。然后满300个小时，所以他这样子一定会被推荐，然后也拿不到那个志愿服务荣誉志愿服务荣誉卡，对，然后就是实务上有遇到的，然后跟大家就是稍微做一下分析，那所以才会说，那个就是才会希望说单位就是在当志工做那个时数累积的时候，可以是一段时间在做累积。譬如说，它可以半年累积1次，然后或者是1季累积1次这样。因为大部分的单位都会希望说，就是它半年的话是1到6月，总共服务多少时间，就是他们开。这样就是好像是半年内就是在这个单位有持续在服务，他帮你开的时数，那你之后可以慢慢做累积。然后还有就是这本手册嘞，它就是你今天上社会福利类的手册，你的手册是跟社会局，就是你的单位是跟社会局提醒回来，你拿到了社会福利类的手册，对不对？那原则上这个手册一个人只要拿1本就可以了。好，那假如说今天你还想要去其他类别做服务，比如说很多家长他会在学校当导护妈妈还是护士妈妈的话，他原则上只要再去上教育类的特殊训练，拿到特殊类的研习证书或者是素条，他就可以证明说他有上过教育类的那个特殊训练，那他就可以开始累积他的教育类的服务时数。
然后就是前提就是一个人脚力就可以的。那荣誉卡的话，因为台南市规定就是各个类别，它都可以容易做类别。对。然后这个是记录课的部分。好，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怎么样？那还有就是我们中心啊，我刚才就是在简介里面有介绍一个网站嘛，那大家如果上去浏览的话，会有我们就是有一个志工的媒合平台，它上面会有我们台南市，我们会收集台南市的一些单位，它需要招募志工的讯息。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上平台，就是去浏览之后，可以跟那个单位做下去。或者是说，有些那个民众你可以先上网去填说我要当志工，那我要当志工里面就是会留你们的基本资料，然后你想要从事怎样服务类型的志愿服务，那我们中心就是看到你有填这个资讯之后，就会主动跟你联系，然后联系会看你想要当志工的那个类型跟服务的项目，去帮你找出你们家附近有哪些适合你可以去的单位，然后再由你去跟单位做联系。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是志愿服务的媒合平台的部分。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就把那个麦克风交给我问题等等的还有我们志工，或者是呢我们的单张上面呢会有电话，可以跟电话。非常感谢呢我们的伙伴刚刚拿了一件这个，大家有穿吗？有的没有可以送给老师那我感觉到说呢我们协会这边那种感觉听说上面有一些字叫做什么？10年有成，10年嘛，1、2、3、4个10，对不对？为什么叫10年有成？创立10年，过程10年，有从第1年到现在的吗？有，1年到现在10年后有人从1年就开始了吗？有吗？纪念的，那就很厉害了很多就是最近的嘛，2年、3年、4年、5年都有了，是不是感谢大家好，那刚刚呢也提到相当多的问题我们先来看手册这个是志愿服务法的规定各位，这本手册你拿到之后可以干什么呢？各位你可以把你的时数登录在上面所以以后我们这边还有青年学生如果你拿到这本手册的话，你以后去当志工，拿这个去登记这一本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呢正式承认的手册，所以你拿去哪边通通有效拿去大陆就没有效台湾才有效各位。那这一本手册呢刚刚我有听说你开始要收相片了，我们证书有贴相片嘛？我们拿到2张证书各位，志愿服务法第9条规定，我们的志工队呢要帮大家办训练所以呢，今天办这个课程呢是依照志愿服务法规定的第几条？第6条、第9条规定，基础训练12个小时6门课，还有特殊训练12个小时6门课然后呢，上完课之后会帮大家呢颁证书给大家。证书是我们协会这边颁的，不是由市政府颁的请注意那个课程是由主办单位来颁发就可以。那要贴相片是不是？未来的手册也会贴相片，相片大家就要注意都交了吗？都交了那没关系，手册还没有交嘛，对不对？改天会跟大家说相片要去呢做手册的那一个相片手册的相片要注意一下，因为手册会跟着你使用6年到10年左右，手册是终身有效的，所以你交来的相片一定要怎么样？去set动一下，动得很漂亮你不要拿一张黑黑臭臭的相片，那种空心办，你自己看才会最后很累，好不好手那个相片后面要写什么？写名字，还有呢，电话号码，还有呢，住址，还有呢，未婚已婚，
有没有男女朋友？兴趣是什么？写不了这么多嘛，对不对？名字写好就好哦。然后各位，你名字写完之后怎么样？把它吹干。为什么把它吹干？我们的实物经验发现，大家收相片是一张叠一张叠一张叠一张，结果你后面相片的墨水没有吹干，湿湿的会怎么样？会把别人别人相片的领用脏了。所以我们曾经发现，有的志工伙伴的手册，为什么相片脏兮兮的？冤有头债有主你不要去骂社会局你不要骂以上的号码是谁，好不好？所以我要请大家把你的相片后面名字写完之后，一定要把它吹干拿到手册之后呢，请妥善保管这本手册是呢终身有效，全国通用。请问老师，丢掉之后可以补发吗？当然可以，但是很麻烦你要呢，请原单位帮你补发原单位帮你补发。假设说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伙伴，哇，老师，我跑去台北服务了，我可以请台北的志工队帮我补发吗？不行冤有头债有主这边帮你申请的补发就要请这边那我去台北怎么办？老师，请问我可以发新册吗？发一本新的你当然可以啦你再把你的志愿服务的什么训练证书有2张，再交给新的志工队，由新的志工队帮你申请新的，当然可以，但是你旧的时数会怎么样？全部通通都不见这个记得因为你旧的不见了嘛，你没有记录啊。要跟我的主管机关做核备像我们经典这边是我们市社会局的祥和志工团队，所以我们协会这边每年年初呢都会跟社会局报备我们经理是有志工队的这个叫做是核备，唯有这一种有核备的团体才可以呢帮你登录。老师好麻烦登录时数还要有核备合格的志工会我觉得这是保障我们的爱心各位，你有没有感觉你的爱心有可能会被滥用？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现在伦理道德低落是什么月志工事项吗？你有没有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国高中生跟我去做过这件事情吗？你在火车站台南市的闹区拿着一卡皮，不是皮箱，那个东西吗？几卡皮外面有纸的，也有透明的，走来走去，先生小姐帮助一下什么什么人投一张发票或投现金。有人看过这一类的学生吗？有，你知道吗？那个箱子你投进去之后，有人投现金，有人投发票，这些钱到底谁在使用？各位知道吗？我也不知道那个有人会管吗？那个是有人要管的各位我们呢，如果拿着这一个箱子公开在公共场所付款的话，这必须是合格的志工队，加上呢，你要跟我们社会局呢申请确认的一个计划就是我用合法的志工有报准而且拿着箱子在公开的场所付发票跟付现金这是需要有政府管制，有必要。我们很担心呢，我们市民的爱心被一些呢很不好的福利团体滥用所以呢，志工也是一样，每一个志工队呢有正确合法在运作的，一定都要跟我们市政府核备一下所以这样子的话才会保障我们的一个志工服务。所以各位我们的一个志工手册，你去服务的时候，请对方登录，你要跟他问一下，我现在有志工手册呢，你可以帮我登录吗？他说不知道或是不行的话，那你就要稍微想一下了他就不是我们政府呢有合组的志工队，那有可能你会被爱心滥用掉。PS 互助一下，有很多宗教团体的志工队他没有跟政府做联合那是基于某些宗教信仰有些是有的，像我们这边是有一些宗教团体嘛，对不对？也有一个协会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
我们宗教团体又附属协会又有志工服务，又遵守政府的规定，我觉得这样子多元之下才会比较棒，也保障大家合法的志工权益，好不好？所以呢，这本手册是有这些事情你要注意一下啊。好，手册的内容是一行一行一行，好像呢存折一样，你当志工就登录，当志工就登录，当志工就登录。那如果你是固定在某某志工会服务的，他呢通常会一季或是半年帮你登录一次。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常常登录的话，一本很快就用光了。所以我们呢会希望我们志工会对长期服务的志工一季结算或是半年结算，这样子你的手册才不会很快耗光。我们青年学生拿着青年学生比较不会长期服务，就拿着去做什么服务就可以统计。好手册大概是这样子呢，请注意接下来依照志愿服务法规定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手册拿到之后，你呢去做服务300个小时，加上年资3年以上，你可以呢请志工队帮当地的社会局申请荣誉卡。有听说过荣誉卡吗？那你有听说过做志工做到唯一证去观光旅游区还不用钱吗？有听说过吗？这个是荣誉卡我们的观光旅游区公益的老人家不用钱。还有一种就是志工所以呢，志工去玩不用钱，好棒老师跟我们讲怎么申请不简单你要的手册拿到之后，满3年加上300个小时，这样就可以申请那各位慢慢做好不好？3年300个小时，唯有假发的人有带记者，算看嘛，3年300个小时，1年100个小时1周1年52周，那还好1礼拜才当2个小时的志工而已嘛，那应该可以吧？有这个能量吗？有啦，周随便挑2个小时出来都满1年就100个小时，3年300个小时，好不好这讲起来容易，但是有时候讲起来容易的事情最难做，好不好？请大家多多加油服务是很棒顺便我们的国家说呢，你可以3年300小时申请荣誉卡荣誉卡拿着呢有什么好处？各位，你想说荣誉卡要赞你星光3月那你家应该去怕什么？有没有？没有。我去成品可以打个95折吗？没有。我台南市搭公车可以免费吗？没有。老师拿到荣誉卡有什么好处？有2个。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呢？那个就是一种荣誉。干嘛大家多笑？荣誉就是一种最棒的东西老实讲，荣誉卡没什么好处，它就是爽一下。那就是马斯洛所讲的什么自我实现我有荣誉卡代表什么呢？我3年累积300个小时以上很多志工不会拿着它去风景区玩，但是会拿着它说我是有荣誉卡的那就是荣誉卡拿出来，代表说3年300个小时你可以想想说简不简单其实是中等简单，它不简单也不是很困难所以拿到那一张证明你呢是有固定在做服务，你才有办法拿到。第二个好处就真的好处了，你去全国各大公益风景区都可以免门票进去，但是要收什么？收清洁费加保险费。清洁费加保险费应该都是在呢10块钱到30块左右，免门票所以届时未来你有那一张荣誉卡的话你不能大摇大摆走进去，你要先去售票亭那边缴这笔钱缴10块到30块清洁费加保险费他把单据给你，你才可以进去。请记得，而且是公益风景区，溪头门票多少钱？各位知道吗？200块多省，你知道吗？所以我各位未来接团要去玩请赶快服务有荣誉卡，然后呢专门选公益风景区去
要赶快，因为公立风景区的管理单位反映，这几年的荣誉卡越发越多，所以公立风景区赚的钱呢越来越少，未来要检讨荣誉卡的那个优待呢可能会缩水所以现在还没有检讨之前，请大家赶快拿到，赶快去享受这个福利要不然在公立风景区门票越来越贵，越来越贵。那请问有一个阿嬷说我带我的孙去剑湖山乐园剑湖山乐园为什么没有打折因为它是私立的，不算我们的很多风景区单位反映，老师你去跟志工讲课的时候，一定要声明拿自愿服务荣誉卡，荣誉卡的大小跟身份证一样大张，荣誉卡为什么风景区叫我们要宣导呢？有很多志工因为多加签册，以为拿手册就可以他们在借我，他们开始讲，不是这本是荣誉卡3年300个小时的跟身份证一样大的有很多志工听无清楚，摕这本去你是听讲免费吗？拿这一本错，跟大家讲一下不是这一本不是这一本你不要到时候拿着这一本去跟风景区吵闹这样会丢脸你知道吗？不是这一本，老师再多讲一次，这几年来好多人拿到这一本，以为用这一本就可以免费，不是另外一个问题荣誉卡荣誉卡跟新闻警给多少你拿这本去风景区管理单位领导都跟我们讲，老师要好好宣导，千万不是这一本在全省跟全国15个免试就学区里面，有10个区就把这个志工列入超额旅去的项目。那要达到这个项目要满分的话，有的区域说要做满18个小时，有的区域呢就要做满50个小时那以桃园来讲的话，它就是要当志工50个小时，你就可以拿到本次入学最多会拿到这个10分。那这边它就有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在这10区里面那每一个区它所规定的说你应该要做多少个小时可以得多少分。所以现在就是很多家长都非常不赞成，然后就很着急，到时候再把志工都做好。那我们这个来参加的这些国中生我知道你自己也很想要当志工如果也很想当志工的话，我们台是经典文教协会的，那也是在我们内政部有合作的一个团体那如果你上那个台南市社会局，台南市社会局这边就有我们的社会团体里面人民团体，就会找到一个学术文化团体里面，我们看到这个是经典文教协会的是经典文教协会。那只要在社会局有认识的团体机构，就可以帮有这个国中学生这个志工的时数那我们要发予志工时数，就像刚刚那个讲师说的，你是抱什么样的心态来当志工？就是说为了要志工时数才来当志工的，还是说你有跟我们大家一样同样的信念来推动服务计划，而不是说只是说我去个人对谁服务是谁，对象是谁，做的工作是什么，做的这个志工到我们这边有什么样的感受，我们都没有去考虑所以这边我们读经班在各地都有展开读经班。如果说我们在座有是国中生或是你有认识的朋友他不见没有来参加这个志工研习，可是他也是国中生，他也想参加这个志工的行列，那你就可以带他来参与我们读经班的服务那读经班的相关的工作呢，那我们一般的班主任他是有需要，那班主任他就会设一个签到的，班主任他每一学年他会呈送计划到协会来，然后你就可以去签到，他会给志工签到，那你签到之后他会和这个
看你做几个小时，然后就会发你这个服务证。对，服务证你就可以证明说你真的在我们台南市今年教协会里面的读经班服务了多少小时，然后这个再去做志工的认证。好，那各位有没有清楚这个？像我讲做这个补充，以台南来讲，要做40个小时，就可以拿8分奖。所以现在台南的学生都很积极，因为国文最好的分才有几分，才得5分。你最厉害的话，国文最厉害的才得5分，数学最厉害也得几分？得5分。可是你当志工40个小时就可以得几分？得8分。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志工，就是这个。那你住在哪个地方？这个都给大家参考。我们这里面最低的是103分了中投也是3分，那广普4分，那最高的在基本地区上限可以到2分。所以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当然自己的趋势，因为现在需要服务的对象其实还蛮多的今年新闻说，台湾呢目前失智的老人拿多少？我那边记错好像36万，36万。它的趋势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所以，马上有大家就看这个人做法，他需要一些学生，需要一些小孩来帮忙协助这些老人，让他得到位置也好，让他们觉得说，好像到日照中心不是去给人家照顾，是去玩的，有感觉、快乐的。那这个是可能未来的如果你也想读社工系，我想应该你还有前途因为要服务的对象真的是越来越多。那我们读经协会里面这边办的不是只有针对儿童，或许哪一天我们会针对老年人来读经，针对我们的这个成年人读经。那目前已经有在推的关系，那我们这个读经的功效我们在特殊训都会在自然部里跟大家做介绍。如果你有参加这次的基础训，明年呢我们会再办特殊训，那你就记得再来参加特殊训的练习，就会取得我们的志工证。那这个志工手册我当然需要2项原始的呈现。那当志工应该不是说为了要加分，就是一辈子的事情你觉得这个信念很好，去服务他人，让别人快乐，自己也快乐。那这是或许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补充。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小朋友今天我们的儿童班小朋友，早上呢我们这边上课，也是有一群年轻的志工带领着他们一同学习，他们准备了一首曲子。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曲子呢叫做《知足就是幸福》那个知足是幸福这首歌那我们呢他们都要准备好同时我们总干事去确认一下。那小朋友他们呢参与这个活动，那也不是说有什么奖金或什么但是呢，他们能够上台表演，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志工伙伴给他们很大的鼓励掌声不要吝啬，好不好？欢迎他们，然后可以的话跟他们一起互动，我们也顺便中午比较容易昏睡的感觉，可以的话可以请跟他们一起互动，那这样子的话，小朋友会觉得很有成就感那我们是不是准备好了呢？准备好了没？
好久没有往前站呢，谁需要往前站啊？站这么后面啊，看前面一点，大家才看得到。好，可以翻身两排吧。翻身两排，那个服务人员看到什么排？哦，小朋友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没？好，那我们站好了哈，我们音乐准备开始了。我们各位，我们志工伙伴再次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多少人在今天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多少人在今天已沉默的安静？多少人在今天要面对期望？多少人在今天已失去了家？爱过着是种幸福，有健康是种礼物，保暖是要不知有差别，应该满足，要知足，才会幸福，会随缘路好路，顺其自然。不计贪念，你情绪不经惭多少人在今天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多少人在今天已成了残疾？多少人在今天要面对期望？多少人在今天已失去了家？人生本来就是不知足只会更加痛苦，最后怎会发觉，原来平凡就是幸福。爱活着是种幸福，有健康是种礼物，保暖是要不知有差别，应该满足，要知足，才会幸福，会随缘路更好路，我想随遇而安，就像过也错，要知足，才会幸福，会随缘路更好路，我想随遇而安，就像过也错。知足就是幸福。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些工作的年轻伙伴也很棒哦，我们再次给他们鼓掌。我想是就是最后自己就是我们可以跟他们
一起来动一下哦。所以我希望我们工作人员有2个可以面向那边，2个面向他们，然后我们跟着小朋友一起来，再来互动一下啊，跟着小朋友一起互动一下。可是小心小朋友不要那么近哦，会不会眼看这边？好，第一排小朋友在后退哦，好，这样 OK， 好，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工作人至少1个，面向那边，再站着。这样浅显的请起立，浅显的起立哦，我们跟着小朋友一起哦，对，跟小朋友怎么做，我们就学他们。好，小朋友要好好的做，动作大一点，或者爸爸妈妈不理解。好，我们再来一次哦，好，来，音乐。多少人在今天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多少人在今天已成了曾经？多少人在今天要面对饥荒？多少人在今天已失去了家？爱活着是种幸福，有健康是种礼物，老了时要做知足，有家归应该满足，要知足才会幸福，会随缘路更好。伤心事不轻谈念，你情绪不轻珍多少人在今天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多少人在今天已成了曾经？多少人在今天要面对饥荒？多少人在今天已失去了家？人生本来就是苦，知足是你的残酷。最后总会发觉，原来平凡就是幸福。爱过着是种幸福，有健康是种礼物，老了时要懂知足，家归应该满足，要知足才会幸福，会随缘路更好。随遇而安，就胜过你多好。要知足才会幸福，会随缘路更好。我先随遇而安，就胜过你多好。知足就是幸福。
谢我们的工作伙伴，还有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志工伙伴也自己在掌声鼓励他们一下。好，然后小朋友向右转，跟着姐姐，跟着哥哥一起走，照顺序哦，照顺序哦，慢慢下去哦，好，那跟伙伴请坐下。好，我们接下来这堂课呢是我们的志愿服务的内容哦。做事他的心里面为的专长相当的多哈。那我们是不是大家都就做好了哈？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课程哦，来大家做题。好，这边讲师来起飞哈，请倒一鞠躬。倒一鞠躬，好，讲师好，老师好，大家请坐下。好，那我们主持人还有自己，还有各位那个伙伴，那今天呢来跟大家，我用国语讲都可以，用国语都可以啊，到时候穿插，很有那个台语讲习惯哦。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志愿服务的法规。谈到法规，各位有什么样的感觉？各部目前的法规的所谓处理哦，每一条公啊，100条，可能哦，老师从1条讲到第99条，到100条的时候问你说，老师讲了什么？全部我法规是这样子哦，有听过那个在描述法律的一句话吗？就是哦，法律是跑路懂了法律的人哦，所以其实呢，法律法规这个东西呢，是要哦。好啊，讨论不到，讨论不到。刚刚答了那我觉得呢，我们的社会真的有救了。我在嘉南科大教书教了好几我其实呢都早上很早，大概7点半到8点就会到校。我是晚睡，但是早起，然后呢就很早去学校。早上去学校这样走啊，晃，走过去我发现说现在呢，学生会主动跟老师点头的，好像是很少可能我长得不太像老师吗？我也不晓得总是你遇到比较年长的人在学校里面如果不是老师也是客人嘛，对不对？我觉得不用说老师长，但是你点个头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好。所以呢，我在大学任教这几年，只要早上看到学生跟我点个头我就说早，就很爽，你知道吗？甚至我有时候走过去看到学生，就会主动呢跟这些学生点一点头。我感觉到说这个是一个礼貌他没想到这一种礼貌好像变成很特别，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台湾最麻烦的等会讲到志愿服务的法规嘛，对不对？其实老师觉得法规它是很重要它呢你要理解它，因为它是保护跟保障你懂得法规的人，它是我们的一个权利，所以各位一定要懂得法规。但是老师今天来讲的重点不是法规，讲什么呢？法规之前还有一个东西叫做伦理跟道德我们有一门课叫做志愿服务伦理各位也有听了所以今天我要讲的是我先来谈一谈我们这个社会这么大，人这么多那社会秩序现在是好不好呢？如果现在社会秩序是不好的话，我要维护社会秩序有2个工具，一个是法律，一个是所谓伦理道德，就是公德心。这2个层次哪一个比较大所以老师呢这门课呢，大概利用2个钟头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概念跟一个感觉法律大概会讲大概1个多小时左右，讲大家应该知道就好了我还是要比较一下，虽然老师你来讲法规
规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说呢，谈法规之前应该先谈伦理跟道德，再来谈法规。为什么我们很会知道？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来谈今天的议题。卢宇聪卢老师的葱很难洗的葱，这个葱有看过吗？有嘛它是跟聪明的聪是同音只不过呢，它不是耳朵旁的葱，它是斜语旁的葱如果是留学高雄的40万因为我们大票同事不是留学美国就是英国欧洲我都说我是留学的高雄，因为我本身就是台南的人很辛苦呢。我在中山大学念了6年的博士每天在高雄跑来跑去，也是很辛苦的最后拿到社会学的那个博士硕士在我们本地在成大拿到的，我是主修政治经济在日本的松下企业，有听说过松下企业吗？有它的电器用品叫做是都对牌阿萨尼克那是我们公司做的我在他们的一个社会政策研究所叫做 PhD 总监，在东京本部呢做过大概将近半年研究回国之后呢就来到我们嘉南科大，我现在是这公司的老师同时在成大政治系呢也有开课目前社会学委托我经营一个中心，叫做是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呢，是在我们市区里面社会局那边有一个叫做社会福利综合大楼的楼上，我们等等请到我们的社工员呢，来跟各位谈一谈你如何利用到我们这个智慧中心这是卢老师的基本介绍，接下来就开始来谈一谈志愿服务法这个东西在这边一共有8个单元8章25条牵扯到这么多的东西。在谈法律之前呢，我们先谈谈看各位法律重要还是伦理道德重要？大家回答都说伦理道德重要，其实法律有一点重要我说这2个东西都是呢我们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一个叫做有实的法律一个叫做无实的伦理跟道德这2个东西呢都很重要，但是法律我觉得说它是我们人类社会最后一道防线，如果人再不遵守法律，我们这个社会就完蛋了。那人如果已经遵守法律了，慢慢提升，要来遵守伦理跟道德那请问如果呢违反法律的话，会有怎么样的处罚？我们国家我们政府警察会处罚你对不对？它是一种强制性的规定伦理道德各位违反它会怎么样？会良心不安，感觉好像没什么用顶多就是下大雨的时候大家不要出去，要不然会被雷公打到对不对？这样有很害怕吗？各位我讲一个故事让大家理解一下各位我们这边有老有少有大有小，都有的我们的伙伴会骑摩托车嘛会嘛有在骑嘛对不对？请问你骑摩托车的时候有驾照这个东西吗？都有吗？没有驾照不能骑你有身份证可以骑吗？可能那你不行那各位你的驾照是用考的还是拿2支火机去换的？真的用考的，没有人拿火机去换的有一天你骑着你的摩托车在我们的市区骑来骑去，骑到一半的时候呢，在路口的旁边有一根电线杆，电线杆上面呢连着3颗灯，一颗是红色，一颗是黄色，一颗是绿色，请问那是什么东西？红绿灯大家都知道，我们市里面的红绿灯是真的有在用呢，还是参考用？是参考用的吗？是真的有在用。请问各位，你车子骑到路口，看到红灯刚亮起来，请问要怎么样？要停下来吗？真的吗？我是台南市的人我做台南市的市民超过40年以上了。根据我对台南市市民的研究，不是停下来，老师根本是怎么样？我把它取名叫做田看厅。为什么田看厅呢？摩托车骑
到路口，红灯亮了，先停下来，看一看附近有没有警察大人，听一听有没有哦哩哦哩的警察车的声音，确定没有了，呜，就骑过去了嘛，对不是这样子吗？好，都不是好，有一天按你呢红灯就这样子闯过去，结果警察大人就从路边跑出来，给你拦下来，过来，闯红灯来，请问闯红灯当场被警察抓到，要罚钱嘛，对不对？请问要罚多少钱？1800反应好，1800反应好，想必这两位是有经验不管是什么反应错，有谁会知道1800的？老师多少钱连我都不知道，因为我也没有想过，想必这两位呢，如果不是有经验，那就是呢，在考驾照的时候是很认真可以拿的，1800没有错，真的是1800吗？不相信的有吗？我们老师说要有求知的精神，如果不太相信的，等摩托车骑的。看到红灯，前面有警察的，就给他骑过去，你就知道是不是1800好啊，大概到绿灯要怎样？绿灯通行嘛，对不对？请问你现在看到红绿灯，绿灯要过通行，红灯要停下，为什么？那是一个法律嘛，对不对？我们要遵守红绿灯的规定，那就是一种法律。如果你违反的话，我们的警察会把你拦停下。罚以前那个叫强制性的规定。接下来有一个问题很困难，你呢骑到路口骑到路口还没有过那条白线，刚刚到路口，你到路口的时候呢，看到中间那一个灯是黄色的，黄灯啵开始亮了，请问一，赶快停下来；二，赶快呢油门去油门冲过去，还是正确的？停下来。二。油门吹油门，看去冲过，还没到路口呢，还没到那条白线呢，停下来有人要选择冲过去吗？所以我问大家，你的驾照是用考的，还是拿手机去换的？对不对？对不对？已经过路口，那就是赶快骑过去。如果还没到路口就准备停下来各位都知道了这个就是法律的规定所以如果你到路口看到黄灯闪动冲过去的话，这是违法的这是违法的至少会被警察罚钱各位，红绿灯代表法律。那有没有路口是没有红绿灯的？有啊，对不对？应该大家居家附近都有。我家现在住永康，我们家附近呢就有路口没红绿灯。我记得4年前刚刚搬去永康住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要去学校上课，这样子开上去，到达那个没有路口、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这样开上去。这一边是一个小姐，开过来，我们2台车呢要在路口要会车了，那你看卢老师就知道，一表人才吗？很帅气吗？很有气质吗？很有礼貌吗？对。为什么会有学生是100分，有学生会被当掉？我们这一批学生都是会100分的学生，赞。各位，那要会车的时候呢，我就停下来啦。我要让这个小姐先过。停下来之后，我就开始挥手，小姐，赶快请你过去。挥了2下，没想到这个小姐也停下来，也开始挥手。先生，请你赶快过去，好感动。我就谢谢小姐我呢油门加速往前进。没想到这个小姐也是油门加速往前进，嘣，好大声就撞到了。幸亏是小的器材，我就下来看一看。小姐，我看你在挥手不是要让我先过吗？小姐说：“先生，我看你一直在挥手让我先过结果2个人同时加速，我说那也还好，没怎么样小的擦撞而已，谁对谁错我们也很难判断，要不然我们就合警当场止战，不要叫警察好不好？
了解说好了，那就算了。所以我们2台车呢，就当场在就地就解散。好，解散完毕之后就算了，过了3个月，又在那一个路口，我又要去呢学校上课，又是这样子开上去。另外一边是一个先生开过来，我们2台车又要在路口会车啦，我又停下来，又开始挥手。没想到这个先生也是停下来，也开始挥手。我想起了3个月前很惨痛的经验，我坚持不开，挥了第2次手，先生也是挥了第2次手，我又挥了第3次手，这位先生又挥了第3次手。你有听说过黑眼白骨在桥上互不相让的故事吗？这个是反过来互要相让的故事。结果都开不着想说，这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开准呢？我受不了，我就把呢窗子摇下来，就跟先生讲，先生，我跟你讲啊，我早上不赶时间，我可不可以请你赶快过去啊？拜托啊！先生摸摸头，那手大苦笑，是刚才叫我赶快往前开。他不知道我3个月前在那边种过一次。我们家附近那个路口我觉得很棒，我只要到那边一定停下来，不管是狗要过去，人要过去，车要过去呢，一定是让大家先过。有时候我感觉我其实有一点急，但是我觉得停下来让大家过我觉得这样很棒。尤其我如果看到别人要让你过的话，我虽然有一点焦虑，但是我觉得很高兴，因为我觉得说驾驶人如果都这么有礼貌的话，那真的是很棒。我们各位有没有在市区行走过？你在走斑马线的时候，有没有车子会让你？还是有车子迫不及待叭，你没有赶快走就要压死你？有吗？我不晓得有没有。有时候在市区的斑马线走得太慢而已，就被人家扒了，你知道吗？我其实很想转过头来他妈在自己，但再不好是道路业。但是我觉得为什么会有行人穿越道不是我们在走的吗？为什么还有人会给我们叭，真的是很没有那种伦理道德的感觉呢？各位啊，所以讲到这边，我不禁想到一件事情假设说呢，我们所有的驾驶都很有公德心，很有伦理跟道德的话，都会礼让别人先过。我们需要红绿灯吗？想想有一些道理的有没有想到呢？我们这个社会的人，如果都没有会去杀人是对还是错？错嘛，对不对？明知错的还要去做，各位，我们社会上如果没有人会去杀人的话，法律刑法要定一个杀人罪吗？不用，逐渐有明白了吗？这个社会如果没有人会偷东西的话，还需要设一个罪叫偷窃罪吗？不需要，各位，法律从哪里来？各位知道吗？我们人没有办法控制自己，没有办法管理自己，结果越来越乱。那谁来帮我们管？政府跟国家来帮我们管。一个地区，一个社会，如果法律多如牛毛，吃法就这样各位，它绝对是一个不好的现象。为什么这个地区、这个社会法律会多？就是公德心、道德感、伦理弱我们人没有办法管理自己嘛，没有办法统治自己嘛，所以才要有国家、有这个法律、有这个政府来设置这些法律来管我们。警察越来越多呢，各位觉得是好现象吗？社工员我们跟社工系社工员越来越多是好现象吗？是好现象有一个法律最莫名其妙，我讲到这边我为什么莫名其妙？这个叫做家庭暴力这种法律，各位知道吗？家庭暴力这个不知道那各位如果在家里面发生家庭暴力的话，都知道的专线叫做是119吗？133
113都知道哦，各位莫名其妙，为什么呢？家庭里面的成员发生暴力行为爸爸打妈妈，妈妈打爸爸妈妈打囡仔，囡仔在打爸爸妈妈，阿公在打阿嬷，阿嬷在打阿公阿公阿嬷在打孙孙在打阿公阿嬷，各位啊，家里面的人竟然这样打来打去，打到受伤，打到死都有，各位，这个家庭暴力莫名其妙，各位，难道我们先生娶到的太太是娶到仇人吗？难道我们生出来的孩子是生出仇人吗？奇怪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家庭里面的成员是用拳头来解决吗？不是啊，要用爱，要用沟通嘛，对不对？没办法啦我们台湾很多家庭已经没有那种伦理，没有道德，没有家庭观没有办法用爱，没有办法用伦理道德来解决。所以呢，对待太太、对待先生、对待孩子、对待长辈，用什么对待？用拳头来对待已经呢严重到一个不行，所以呢，我们的国家只好制定家庭暴力防治法，还甚至要有113专线，有社工员呢来专门处理这件事情各位，这是不好的现象只有一个好，怎么好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社工系任教，我都跟学生讲说，你如果有宗教信仰的话，你千万不要祈求世界和平。为什么？当你祈求世界和平我们就没有社工的需求，你们毕业之后就没有工作做所以你要祈求社会大乱，社会大乱我们才有工作做警察也是这样啊，今天如果这个社会治安良好的话，警察大学就被关起来了呢，对不对？这个社会如果大家都有爱心、彼此相爱的话，社工室就可以关掉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逻辑我希望呢，各位可以先懂。所以这个社会重要的是重要是什么呢？伦理、道德、公平性是超级无比的重要，法律也是很重要，但是很不得已的很不得已之下呢，我们才由国家、由社会呢来做这个管制。所以呢我们在谈所有的法律之前呢，我们很希望在座的各位伙伴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谈法律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这个伦理跟这个道德。志愿服务这个东西，难道也需要法律吗？各位啊，老师很不得已来跟大家谈志愿服务法。志愿服务法是民国90年那时候正式公告实施。在民国90年之前，有将近2年到3年，都一直在做立法的准备，包括说公平会、公正会收集资料跟研究。在制定志愿服务法之前呢，我们国内有两派论点，一个是支持要订定志愿服务法，一个是支持不要订定志愿服务法。我个人是支持不要订定，为什么？各位，志愿服务它是一个基于呢我们人类的一个什么爱心，基于人类的大爱而奉献自己的时间跟东西去呢帮助别人的一种行为，我们竟然是要呢定法律来做规定，这个呢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另外一派是赞成的，他说我们台湾的志愿服务发展从民国大概75、76正式开始，到民国快呢88、89要立法之前呢，志愿服务的行为乱七八糟，很多人呢借由志工的行为，以呢爱心之名从事呢非法之实，所以呢志愿服务是需要做管制。所以那时候两派呢一直很热烈的在讨论那当然是呢这两派有好有坏，也有各他的依据，最后还是定了志愿服务法。但是我先跟他报告一下因为很多我们在座的伙伴觉得很奇怪，老师为什么我们要当志工很棒啊，要来上这些课呢？请问各位伙伴，我们上这些课全部要上多少个小时？24个小时，有基础训加特殊训各位有还没有上到对不对？一共有12门课为什么要上这些课程呢？因为以前没有在上这些课程
因为我觉得说志愿服务行为呢，它本身基于是我们就是做服务了，干嘛还要上课？那是因为我们90年订定志愿服务法之后，才强制规定我们所有要当志工的这一些伙伴呢，要先上课，然后再做服务，那是法律规定。所以我要谈一谈我们对于志工这一种人的话，我本身是赞成不用定法律的，但是没有办法，后来定了嘛，对不对？你觉得我们各位在当志工需要有法律来约束大家吗？先想一下我个人觉得说不太需要。为什么不太需要呢？有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叫做马斯洛，马斯洛绝对不是马英九的弟弟因为他的英文名字叫 Maslow， 所以我们把它翻成马斯洛。马斯洛呢，针对人类的需求跟行为呢，有做了一个研究。他说，我们人呢，有分为了高低层次，低层次的人跟高层次的人，在心理需求上是不一样的。他说，高层次的人是有钱的人吗？总统吗？大官员吗？不是那低层次的人，我先讲低层次的人。马斯洛说低层次的人就是叫做动物性的需求。动物性的需求，在座每一个人都有。老师，马斯洛的动物性的需求是什么呢？那是人最低的层次你肚子饿了要吃饭口渴了要喝水现在呢，下午4、5点钟，大家听课听多久了？一整天了，对不对？现在你觉得累了，就想打瞌睡吗？有吗？有吗？怎么忽然每个人的眼睛都大了起来了？那个叫做动物性的需求。最高需求是什么呢？是我们人类的最高层次。他说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很诡异我们人只要有自我实现的话，就是所谓的最高层次的需求。这最棒的，他说我们人吃饱之后，还有剩下东西，我分给需要的人来吃。我喝完解渴之后，我把我的水分给其他人吃。我的钱足够就好，我把我的钱分给别人用。我的时间已经自己的事情做完了，我分享给别人当一个志工。马斯洛说，这个就是人类最高层次的所以各位，志工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什么样的行为？是你有多余的时间分享给别人嘛，对不对？这个就是最高层次，各位是最高层次。所以各位我们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大家一起来听课今天是礼拜几礼拜日呢。今天如果你没有来听课的话，现在应该在做什么事情？看电视、休息、睡觉、打电动，全家去游玩，享受家庭的温馨。还有吗？笨蛋，为什么你来这边听课呢？有人说当志工是最愚蠢、最愚人的，真的吗？各位有听说过别人这样讲的吗？如果别人这样子跟你讲的话，你要跟他回答我们是把我们的时间分享给别人我们是善尽什么一份社会责任。各位，我今天把多余的东西分给别人把我多余的时间分给别人，绝对不是愚蠢我们已经从自爱自私变成是大爱这个东西这个就是马斯洛所讲的最高层次的需求。这也就是我们人类需要善尽一份社会责任。所以各位要理解一下我当志工这件事情绝对不是说我来服务别人我把我的东西给别人而已。你认真想一下，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公德心、社会责任的思考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件事情不要想说我只有在做服务。我们看到很多环保志工都在外面扫地我们遇到很多环保志工，问他说阿伯扫地你觉得对你有什么帮助吗？阿伯没有就扫一扫，他觉得社区干净这样子就好了。阿伯没有想到说他做的不只是只有把地扫干净，
他做的是善尽什么？一种环境的一个道德环境的伦理所以呢，我们在当志工的背后呢，是有这些伦理存在的各位，有这责任存在的各位。所以呢，我们今天说无偿性的来做服务那些志工的话，基本上针对我们各位这一种志工，你愿意把东西跟人家分享的，我还要帮大家定法令、定规矩，有时候我觉得呢很好笑，真的很好笑。我们各位在做服务的时候，像我们这边是一个团队你有做过志工吗？有吗？那我们各位的志工队有100条规定吗？没有，要不然多少条规定？各位，我看过很多志工队，其中一条规定是什么呢？执行时务必准时。各位，如果你来做服务，都会准时吗？各位，都会准时吗？你都会准时吗？你都会准时吗？这一话，那准时是我们的伦理道德呢。我们本来就要准时的，我们还要志工队定一个务必要准时，那你切实一场应该怎样？你知道吗？所以你看，我们的志工队如果规矩越多的，代表什么？代表大家是越没有在遵守伦理道德。我的志工队不得已，只好定要遵守规定要准时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我看刚刚才有个小朋友来帮老师端茶还送这个毛巾来这么客气的小朋友还跟我老师点个头，请问这是规定吗？请问是规定吗？还是这本来是尊师重道的一件事情？天气有好处点个头，这不应该规定你是本来就应该这样做，是不是这样子？各位，这有讲出重点吗？所以我们志愿服务假设说大家是可以遵守基本伦理跟道德的话，我们其实不需要太多法律来做所以我讲的第一段呢，要先跟大家很清楚法律这件事情呢，也必须建立在伦理跟道德之下，这样才会有道德所以我们就开始来谈一谈好，那现在你有了公德心，有了伦理跟道德之外，那我们来看看这一部法律。这一部法律呢，其实有一些东西呢是跟大家有关系的，但是你或许不太清楚，不太知道而且它是一些行政的规定。比如说好了，你知道什么叫做志工，什么叫做义工吗？有听说过义工吗？义工也有听说过志工吗？各位现在受训是志工训练志工跟义工都有听说过，请问志工跟义工有什么不一样？各位，志工跟义工，老师现在跟大家说明一下义工是我们台湾很早这一种服务行为开始有的时候，就是开始叫做义工一直到民国90年，我们志愿服务法颁定之后，正式定义为志工。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叫做义工，为什么呢？你如果现在有依法依志愿服务法90年这部法律，有依法呢来组织训练领测的，这个叫做是志工。好，所以呢，我们协会这边有没有就帮大家组织嘛？现在还来训练嘛？以后有机会请大家去做服务，对不对？这个是志愿服务法规定的。那依这个规定所成立的这个团体呢，服务各个服务者叫做是志工。没有依这个法令的呢，它就不是叫志工，它通常叫做是义工。所以呢，义工跟志工最大的不同就是有没有依照志愿服务法的规定，各位但是呢，有依照志愿服务法的规定，所以大家以后正大光明就说是志工，而且你会拿到一个我们政府呢安定的什么志愿服务手册，就是这一本这一本现在呢，大部分的同学伙伴现在都没有这一本，对不对？你有了好，那再听。那是什么举的？社会举的有的你就多听一次，没有的呢，你就要更认真听，好不好？这一本就是呢，你有上完志愿服务的基础训加特殊训练之后，你有上完这2个
就可以领到这一本。请问这位小姐姐上过课了吗？有嘛，对不对？那也是重复上的没关系，不同老师讲就不一样多多听也好所以你有上过这些课2阶段的训练之后，你就可以拿到这一本手册这本手册代表什么呢？你如果听说过，你在当志工请问你是有牌的志工还是没牌的志工？有牌无牌的，就是这本你若是有这本的时阵，你就是有牌的志工哈哈，老师没关系我不在乎名分，我只要服务就好了，拜托这样就好不要在乎名分，要不然干嘛夫妻结婚还要更新的，对不对？做男女朋友最好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服务还有某些呢权利跟义务要知道要受到政府的保障你也有了，对，就是这一本借我看一下这位志工伙伴呢有这一本每天有到这一本呢，这个志工我们就说你很棒，你是很有牌的志工，跟我们骑摩托车一样，你要有驾照对不对？跟安全的骑摩托车你有这一本的，你可以大方安全的当志工；没有这一本的，你去当志工，我们会很担心。为什么？因为有很多基本上应该知道的，你都不知道，你竟然去做服务了，这个我们会很担心。为什么我们没牌的志工，我们为什么会很担心？我们在服务别人通常会怎么样？用自己的经验去服务他们，请问这是对的吗？不对为什么用自己的经验服务他们是不对的呢？你看到一个老先生如果感冒的话，请问你应该怎么协助他？你是拿感冒药给他吃，因为我吃某某款感冒药很有效，所以我拿给他吃，还是协助建议他去就医？没错有人会拿感冒药给这个老先生吃的吗？有这曾经有过所以呢，如果有夫妻2个人不得不不愉快要打架，你是劝止还是劝止？还是你讲完话之后，本来很不高兴，结果更不高兴，最后离婚了？那怎么办？我们自己的经验不一定正确呢。但是有的人很沮丧，他说他去跳楼自杀。没有，我跟他讲，因为我人生经验很丰富，讲完之后他就掉下去，这样有可能吗？你又没有智商辅导的技巧所以我说没牌的志工我们很担心，因为呢有很多志工的基础服务概念不知道，你就贸然去做服务，这会害了别人所以呢，我们各位呢做一个有牌照顾牌的志工，那是有道理的，因为要先受训练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志工所以呢，各位坐在这边为未来听很多课，这些课上完之后就可以拿到手册，这些课就是作为一个志工所应该具备的基础所以这并不是不好，而是我觉得相当正确相当正确。毕竟呢，要服务别人不是随随便便他如果是有一个课程有一个训练，让大家知道要干什么，然后呢有一个仪式的话，听说等你上完课之后会受证，对不对？那个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过程所以绝对不是轻轻带上就可以当一个志工。所以各位，这一本手册呢，就是依照志愿服务规定。所以各位呢，要坐在这边上课，上完课之后呢，才有资格可以拿到这个手册，作为一个志工是这样子。还有一些人叫做义工的你有听说过有一种在消防队服务的叫做什么？义消。有人要问一个问题吗？老师，他为什么不叫滞销？滞销就是卖不出去，太难听对不对？志工嘛哪个字的是这样的，滞销嘛有一次他们消防队又说，我们也要叫滞销嘛，你看这滞销，你哪写的滞销的为什么呢？各位，志愿服务法有一条法律在这边。志愿服务法第10条规定我们的志工队呢，要给志工有什么安全卫生环境。我今天在消防队服务消防队的弟兄的任务各位知道警报响了，我现在是义消坐了车冲到火场去。各位，
义消伙伴，因为我们要依法规定，要保护大家安全，所以所有义消伙伴退后5公尺不可能嘛，对不对？所以呢，身为一个义消伙伴，有办法依照志愿服务法第10条规定，遵守这种安全守则吗？不可能，对不对？所以他没有办法变成一个志工，所以呢，义消他就没有办法领到这本手册，那是不一样的。领到这本手册有什么样的权利跟义务，老师们才会继续讲。所以呢，我们的义消没有办法领到这本手册，他不能依照志愿服务法呢享有他的一些权利跟义务。各位，还有一种人是呢，在上下班尖峰时段站在马路正中央，哔哔哔在干什么呢？指挥交通，那叫什么？义己义交嘛，对不对？它同样也不是叫自己自交嘛，对不对？为什么呢？各位，站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是一个相当安全的工作吗？不是呢，上下班时候老夫隆咚碰水都鸡叫跑，对不对？那是很高度危险性的工作，各位。而且有一次呢，我去呢这一个义交总队大队开会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我就建议了，报告大队长，我觉得呢，我们的义交伙伴好辛苦上下班尖峰时段呢，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空气很好吗？很糟糕。我建议所有的义交伙伴全部要戴口罩，有道理吗？好贴心哦，大家有懂为什么？大队长就跟我讲了，老师啊，请问我们的义交伙伴是全部戴口罩，他们如何哔哔哔？我请问他怎么办？他正好戴上口罩，看到吗？我要如何哔哔哔呢？我就又马上举手大队长，我教你剪刀拿出来，中间挖个洞就可以哔哔哔了嘛，对不对？好，后来义交伙伴说戴着口罩要执勤，有助于义减退的感觉，比较没有办法精神集中，所以实务上不太适应。各位，义交那不叫做自交它不是志愿服务法第10条维持安全的规定，有没有？所以讲到这边我们大略知道了刚讲了什么？讲了志愿服务的手册讲了什么叫做呢义工，什么叫做志工，这2个区接下来还有我们各位现在上完这个课之后呢，比如说这个手册的功能是什么？还有一个东西叫做是呢志愿服务的荣誉还有一个叫做志工保险，这几个东西呢，我们等要休息一下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讲为什么要休息？因为我看到在座的大家呢，有的可能口风比较没有，要去上一下洗手间那老师也是需要休息一下，时间也差不多，我们休息10分钟，再来进行下一个段落，这样好不好？好，休息10分钟，谢谢。我们先谢谢我们主任手上一鞠躬，手上一鞠躬，我们休息10分钟。或许这边几件事情报告第一个就是目前来授课来请手上一鞠躬，蹲到一鞠躬，好，我们请坐下好，我们继续刚刚各位都有拿到那一种宣传单跟纪念品对，那是我们智慧中心的宣传单跟纪念品那我们大概请我们的社工员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你未来呢，在我们台南市还遇到有其他的问题有关志工的话，你都可以呢来我们智慧中心询问所以呢，我请我们社工员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智慧中心是什么那我们社工员呢进销教育班那我们请教育班。各位伙伴，大家好，我是智慧中心的社工，我叫李芳。那因为今天大家都来上这堂课嘛，所以大家都
像那个老师讲的依法规的多简单。今天我上完课拿到结业证书之后，那由我们的单位帮我们申请那个志愿服务记录册之后呢，大家拿到这本记录册就可以成为法定的志工。好，那因为我们志愿服务推广中心大家都有拿到我们发的简章嘛，对不对？那个简章里面有我们的服务内容，那我们也会接受大家就是如果有问题的话，有关志愿服务的相关问题，都可以拿我们的专线然后来做询问。那老师刚才介绍的是法规，那我们中心当然就会接到民众在问的一般是从事志愿服务的一些实务上的问题的。那有什么问题吗？没有嘛，好，那我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中心主要的功能哈，因为我们就是有提供专线服务啦，那我们也有设置一个志工的资讯平台，那平台上面呢会整合就是我们这个服务类别的一些志工课程的训练，然后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就是也可以上去做那个浏览这样子，那个简章里面都有我们的网址。那我看就是在座各位当然面孔都很年轻，就是大部分都是学生嘛。那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遇到12年国教跟服务学习这个部分的问题？因为我们中心哈，因为我们中心就是那个工作时间就是白天嘛，到5点半。那相信也是大家就是学生在上课的时候，所以其实大家会打电话进来我们中心问问题都是家长。对，那有些家长他可能对12年国教跟那个服务学习有一点点混淆跟不清楚的地方。那我可以问一下，就是在座的就是有关我们国小宿舍以下，就是国中以下的同学会举手一下。国中以下还是都已经是国中以上？国中。国小，那边是国小对不对？有没有听过12年国教？没有，还没。因为12年国教就是国小生到高中生这一段时间，就是他们如果去校外从事那个志工的话，他们会列入之后要跟高中的一个什么超额，对超额比率，有没有家长听过这个部分？因为有的家长他就很担心，就是现在就要帮小朋友找服务的单位。那这个部分因为有国小跟那个国中生是就是那个地方的教育局他们会去做，就是他们的主管机关是教育局嘛。那教育局为了要让学生就是提供学生一个安全的服务的场所，所以他们有就是有去审核说台南市里面适合国小生到国中生可以去服务的团体，然后他们有把那些团体的名单呢放置在他们12年国教网上面，所以就是家长其实如果要帮学生找那些团体的话，是可以上那个国教网，或者是说我们这个网站就是台南市志愿服务资讯网那个网站，我们有做一个连结，然后那个连结呢就是有写说12年国教的那个服务的单位，大家也可以就是上去点那个连结，就是可以看到说，国小生跟那个国中生可以去哪些单位服务这样。那因为现在又回来就是有关那个服务记录册的部分，因为12年国教它没有就是强制要求说，学生一定要拿到服务记录手册，他们是有规定一个就是服务提速证明的格式，就是可以让大家去做，让那些服务单位去开给那些就是来服务的学生，当做那个服务提速证这样子。对，然后那个都是可以，就是网站上面都是有讯息可以提供给大家，就是这个那个爸爸妈妈们不用担心这样子。那可能有的爸爸妈妈会希望说，那小朋友是不是也可以就是来上志工的基础跟特殊训练，拿到那个服务记录手册？对，那其实不一定要求一定要拿到服务记录手册，因为会有希望有大家可以拿到服务记录手册，就是希望说这个志工可以长期的留在那个单位做服务，这样子才可以就是累积的时数才是有用的，之后才是有用，就是有关要表扬啊、奖励还有申请荣誉传唤，比较会就是比较实用这样子，因为小朋友其实之后要求学啊，就是流动性很高，他不见得可以长期在这个单位服务。好，然后再来就是大家有听过那个高中
大学以上的服务学习。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那个也没有说强制一定要求说这些大学生、大专生一定要有手册，当然有的话也是很不错，只是因为就是大学生也是一样流动性很高嘛，所以他们如果去服务的话，其实如果单位愿意开给他们服务时数证，就是像延期证明那个格式，他在这个单位服务多久，然后服务内容是什么，就可以之后就是他方便他可以去申请大学生制的时候可以提供证。那回来就是这个拿到这本手册就是法定的职工嘛，那大家一定会问说，那拿到这本手册有什么好处？那第一的话，它就是可以累积你的服务时数嘛。那时数累积到一个门槛的话，就是譬如说大家做志愿服务荣誉卡嘛，在座的应该都还没有人拿到志愿服务荣誉卡。它其实就是希望说那个大家服务的时间啊，就是达到满3年，然后服务时数有达到300个小时，就可以就是由运动单位帮你提出申请，像就是台南就是在台南社会局申请嘛，就是可以申请那个志愿服务荣誉卡。那这荣誉卡它就是大家可能都会以为说服务时间满3年达300个小时，好像很简单，其实听起来好像看起来这个字面上的意思是很简单没有错，可是就算你只有服务1年有达到300个小时，其实还是不能申请荣誉卡的哦。这样你的服务时间就是加起来有达到3年，然后有满300个小时才可以去申请。对，那有些会被推荐的，就是譬如说我刚刚有提到说，因为学生大家都寒暑假才有空，对不对？那他们都会用7、8月去做服务。然后好，就算他们拿到了那个记录册好了，那他去单位服务的时候呢，他是每年的7跟8月，所以单位开给他时数的时候是开，譬如说99年的7到8月100个小时，然后100年的7到8月100个小时，然后再隔1年的7到8月100个小时。那大家看起来都会觉得说，他应该是满3年，然后拿到300个小时，可是实际上主管机关那边的认定是觉得说，他的服务时间其实只有6个月。然后满300个小时，所以他这样子一定会被推荐，然后也拿不到那个志愿服务荣誉志愿服务荣誉卡，对，然后就是实务上有遇到的，然后跟大家就是稍微做一下分析，那所以才会说，那个就是才会希望说单位就是在当志工做那个时数累积的时候，可以是一段时间在做累积。譬如说，它可以半年累积1次，然后或者是1季累积1次这样。因为大部分的单位都会希望说，就是它半年的话是1到6月，然后服务多少时间，就是帮你开。当然就是好像是半年内就是在这个单位有持续在服务，他帮你开这个时数，那你之后可以慢慢做累积。然后还有就是这本手册嘞，它就是你今天上社会福利类的手册，你的手册是跟社会局，就是你的单位是跟社会局请你回来，你拿到了社会福利类的手册，对不对？那原则上这个手册一个人只要拿1本就可以了。好，那假如说今天你还想要去其他类别做服务，比如说很多家长他会在学校当导护妈妈还是护士妈妈的话，他原则上只要再去上教育类的特殊训练，拿到特殊类的研习证书或者是素条，他就可以证明说他有上过教育类的那个特殊训练，那他就可以开始累积他的教育类的服务时数。然后就是前提就是一个人只要1本就可以了。那荣誉卡的话，因为台南市规定就是各个类别，他都可以容易做累积的，对。然后这个是记录册的部分，好，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没有？那还有就是我们中心啊，我刚才就是在简介里面有介绍一个网站嘛，那大家如果上去浏览的话，会有我们就是有一个志工的媒合平台，那上面会有我们台南市，我们会收集台南市的一些单位它需要招募志工的讯息。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大家可以上平台，就是去浏览之后，可以跟那个单位做下去，或者是说，有些那个民众你可以先上网去填说我要当志工，那我要当志工里面就是会留你们的基本资料，然
然后你想要从事怎样服务类型的志愿服务，那我们中心就是看到你有填这个资讯之后，就会主动跟你联系，然后联系会看你想要当志工的那个类型跟服务的项目，去帮你找出你们家附近有哪些适合你可以去的单位，然后再由你跟单位做联系。然后这是我们的那个是志愿服务的媒合平台部分。那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的话，我就把那个麦克风交给我问题等等的，还有我们志工，或者是我们的单张上面呢会有变化可以看看变化。非常感谢呢我们的伙伴刚刚拿了一件这个，大家有穿吗？有的没有可以送给老师那我感觉到说我们协会这边那种感觉听说上面有一些字叫做什么10年有成，10年嘛，1、2、3、4个10嘛，对不对？为什么叫10年有成？创立10年，过程10年，有从第1年到现在的吗？有时候有，1年到10年后有人从1年就开始了吗？有吗？纪念的，那就很厉害了很多就是最近的嘛，2年、3年、4年、5年都有了，是不是感谢大家好，那刚刚呢也提到相当多的问题我们先来看手册这个是志愿服务法的规定各位，这本手册你拿到之后可以干什么呢？各位你可以把你的时数登录在上面所以以后我们这边还有青年学生如果你拿到这本手册的话，你以后去当志工，拿这个去登记这一本是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呢正式承认的手册，所以你拿去哪边通通有效拿去大陆就没有效台湾才有效各位。那这一本手册呢刚刚我有听说你开始要收相片了，我们证书有贴相片嘛？我们拿到2张证书各位，志愿服务法第9条规定，我们的志工队呢要帮大家办训练所以呢，今天办这个课程呢是依照志愿服务法规定的第几条？第6条、第9条规定，基础训练12个小时6门课，还有特殊训练12个小时6门课然后呢，上完课之后会帮大家呢颁证书给大家。证书是我们协会这边颁的，不是由市政府颁的请注意那个课程是由主办单位来颁发就可以。那要贴相片是不是？未来的手册也会贴相片，相片大家就要注意都交了吗？都交了那没关系，手册还没有交嘛，对不对？改天会跟大家说相片要去呢做手册的那一个相片手册的相片要注意一下，因为手册会跟着你使用6年到10年左右，手册是终身有效的，所以你交来的相片一定要怎么样？去set动一下，动得很漂亮你不要拿一张黑黑臭臭的相片，那种空气办，你自己看还会觉得很累，好不好手那个相片后面要写什么？你名字，还有呢？电话号码，还有呢？住址，还有呢？还有呢？未婚已婚，有没有男女朋友？兴趣是什么？写不了这么多嘛，对不对？名字写好就好然后各位，你名字写完之后怎么样？把它吹干。为什么把它吹干？我们的实务经验发现，大家收相片是一张叠一张叠一张叠一张，结果你后面相片的墨水没有吹干，湿湿的会怎么样？会把别人黑黑的别人相片的笔弄脏了。所以我们曾经发现，有的志工伙伴的手册，为什么相片脏兮兮的？冤有头债有主你不要去骂社会局你不要骂你上的号码是谁，好不好？所以我要请大家把你的相片后面名字写完之后，一定要把它吹干
拿到手册之后呢，请妥善保管。这本手册是呢终身有效，全国通用。请问老师，丢掉之后可以补发吗？当然可以，但是很麻烦。你要呢请原单位帮你补发。原单位帮你补发。假设说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伙伴，哇，老师，我跑去台北服务了，我可以请台北的志工队帮我补发吗？不行，冤有头债有主，这边帮你申请的，补发就要请这边，那我去台北怎么办？老师，请问我可以发新册吗？发一本新的你当然可以啦，你再把你的志愿服务的什么训练证书有2张，再交给新的志工队，由新的志工队帮你申请新的，当然可以，但是你旧的时数会怎么样？全部通通都不见，这个记得因为你旧的不见了嘛，你没有记录啊。要跟呢我的主管机关做核备，像我们经典这边是我们市社会局的祥和志工团队，所以我们协会这边每年年初呢都会跟社会局报备我们经理是有志工队的，这个叫做是核备，唯有这一种有核备的团体才可以呢帮你登录。老师，好麻烦登录时数还要有核备合格的志工会，我觉得这是保障我们的爱心，各位，你有没有感觉你的爱心有可能会被滥用？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感觉，现在有点道德低落是什么月志工事项吗？你有没有看到有很多小朋友国高中生跟我去做过这件事情吗？你在火车站台南市的闹区拿着一卡皮，不是皮箱，那个东西吗？纸卡皮外面有有纸的，也有透明的，走来走去，先生小姐帮助一下什么什么人投一张发票或投现金，有人看过这一类的学生吗？有，你知道吗？那个箱子你投进去之后，有人投现金，有人投发票，这些钱到底谁在使用？各位知道吗？我也不知道。那个有人会管吗？那个是有人要的，对各位我们呢，如果拿着这个箱子公开在公共场所付款的话，这必须是合格的志工队，加上呢，你要跟我们社会局呢申请确认的一个计划就是我用合法的志工，有报准而且拿着箱子在公开的场所付发票跟付现金这是需要有政府管制，有必要。我们很担心呢，我们市民的爱心被一些呢很不好的福利团体滥用所以呢，志工也是一样，每一个志工队呢有正确合法在运作的，一定都要跟我们市政府核备一下所以这样子的话才会保障我们的一个志工服务。所以各位我们的一个志工手册，你去服务的时候，请对方登录，你要该问一下，我现在有志工手册呢，你可以帮我登录吗？他说不知道或是不行的话，那你就要稍微想一下了他就不是我们政府呢有合组的志工队，那有可能你会被爱心滥用掉。PS 互助一下，有很多宗教团体的志工队他没有跟政府做联但是基于某些宗教信仰有些是有的，像我们这边是有一些宗教团体嘛，对不对？也有一个协会我觉得这样才是对的我们宗教团体又附属协会，又有志工服务，又遵守政府的规定我觉得这样子多元之下才会比较棒，也保障大家合法的志工权利，好不好？所以呢，这本手册是有这些事情你要注意一下好，手册的内容是一行一行一行，好像呢存折一样，你当志工就登录，当志工就登录，当志工就登录那如果你是固定在某某志工会服务的他呢通常会1季或是半年帮你登录一次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常常登录的话，一本很快就用光了，所以我们呢会希望我们志工会对长期服务的志工1季结算或是半年结算，这样子你的手册才不会很快的耗光
我们青年学生拿着青年学生比较不会长期服务，就拿着去做什么服务就非常明细好手册大概是这样子呢，请注意接下来依照志愿服务法规定第二个第二个是什么呢？手册拿到之后，你呢去做服务300个小时，加上年资3年以上，你可以呢请志工队帮当地的社会局申请荣誉卡。有听说过荣誉卡吗？那你有听说过做志工做完回应证去观光旅游区玩不用钱吗？有听说过吗？这个是荣誉卡我们的观光旅游区公益的老人家不用钱。还有一种呢，就是志工所以呢，志工去玩不用钱，好棒老师跟我们讲怎么申请，不简单你要的手册拿到之后，满3年加上300个小时，这样就可以申请那各位慢慢做好不好？3年300个小时，唯有假发人员没有带记者。算看嘛，3年300个小时，1年100个小时1周1年52周，那还好1礼拜才当2个小时的志工而已嘛，那应该可以吧？有这个能量吗？有啦，1周随便挑2个小时出来都满1年就100个小时，3年300个小时，好不好这讲起来容易，但是有时候讲起来容易的事情最难做，好不好？请大家多多加油服务是很棒顺便我们的国家说呢，你可以3年300小时申请荣誉卡荣誉卡拿着呢有什么好处？各位，你想说荣誉卡要赞你星光3月那你家应该去怕什么？有没有？没有。我去成品可以打个95折吗？没有。我台南市搭公车可以免费吗？没有。老师拿到荣誉卡有什么好处？有2个。第一个好处是什么呢？那个就是一种荣誉。干嘛大家都笑？荣誉就是一种最棒的东西老实讲，荣誉卡没什么好处，它就是爽一下。那就是马斯洛所讲的什么自我实现我有荣誉卡代表什么呢？我3年累积300个小时以上很多志工不会拿着它去风景区玩，但是会拿着它说我是有荣誉卡的那就是荣誉卡拿出来，代表说3年300个小时你可以想想说简不简单其实是中等简单，它不简单也不是很困难所以拿到那一张证明你呢是有固定在做服务，你才有办法拿到。第二个好处就真的好处了，你去全国各大公益风景区都可以免门票进去，但是要收什么？收清洁费加保险费。清洁费加保险费应该都是在呢10块钱到30块左右，免门票所以届时未来你有那一张荣誉卡的话你不能大摇大摆走进去，你要先去售票亭那边缴这笔钱缴10块到30块清洁费加保险费他把单据给你，你才可以进去。请记得，而且是公益风景区，溪头门票多少钱？各位知道吗？200块多省，你知道吗？所以我各位未来接团要去玩请赶快服务有荣誉卡，然后呢专门选公益风景区要赶快，因为公益风景区的管理单位反映这几年的荣誉卡越发越多，所以公益风景区赚的钱越来越少，未来要检讨荣誉卡的那个优待呢可能会缩水所以现在还没有检讨之前，请大家赶快拿到，赶快去享受这个福利要不然在公益风景区门票越来越贵。那请问有一个阿嬷说我带我的孙去剑湖山乐园剑湖山乐园为什么没有打折因为它是私立的，不算我们的很多风景区单位反映，老师你去跟志工讲课的时候，一定要声明拿自愿服务荣誉卡的大小跟
身份证一样大张，容易考哦。为什么风景区叫我们要宣导呢？有很多志工因为多加先测，以为拿手册就可以哦。他本在借我，他本开始讲，不是这本哦，是容易考，3年300个小时的哦，跟身份证一样大的哈。有很多志工听无清楚，摕这本去，你是听讲免费吗？拿这一本，错，跟大家讲一下，不是这一本啊。不是这一本啊，你不要到时候拿着这一本去跟风景区吵闹这样会丢脸你知道吗？不是这一本，老师再度讲一次，这几年来好多人拿到这一本，以为用这一本就可以免费，不是另外有个问题容易卡容易卡跟新闻简给短片你拿这本去风景区管理单位都跟我们讲，老师要好好宣导，千万不是这一本在全省跟全国15个免试就学区里面，有10个区就把这个志工列入超额补助的项目。那要